住手！昭儿，今天由不得你胡闹。你不要冤枉人，我不知道他们今日成婚。一起在天宫指认后池，是我母神指使的。我大哥怕我父神知道，就想去杀了他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碧玺有难，我们速去皇陵。不行，你们两个礼还没有行完，说到底是天宫耽误了你们的喜事。青木、后池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此事是我牵累你们，不要让我在心里过意不去了。此事终究因我而起，我又怎能逃避？后池是我的娘子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走吧，事关人命，迟则生变。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我也不过是想救大哥。我劝他还是立刻束手受死，何必做困兽之斗？老朽一念之差，与虎谋皮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只是大殿下，老朽若是陨落，地宫里的杀气封印必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。若是杀气再出，人间便再无宁日。本殿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若不死，母神必出危机。我别无选择，碧玺得罪了。住手！昭儿，大哥，住手吧！两位神君，不必再损耗灵力了，老朽不行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执意带走镇魂塔，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一切。神君不必自责，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天定。6万年来，神界尘封，真神绝迹于世，人间兵灾不断，天祸连连。我不忍人间受苦，与天后勾结，一时糊涂，反遭利用。如今一死，也是罪有应得。